美国太空公司 SpaceX 因的星链太空船第5届试飞，本地上紧都要到后个月，不过因把时间提早到美东时间10月13，而且对头一载的推进器到太空船分离，一直到上尾推进器落落来地面了后回收，规过程是拢真顺利。不过在发射的过程嘛有出现碳排放的问题，到时有可能会去互限制发射的数量。T-5, 4, 3, 2, 1. 在 SpaceX 员工的欢呼声中，强调美国有史以来上大载运飞机的超大型推进器，为德州上南边的波加奇卡基地升空大约2分40多秒了后，起飞上重要的也就是太空船顺利甲推进器分离。Ship engine start up. Both engines cut off. Stage separation. Booster Stage separation. Hot stage separation confirmed. 分离了的星链继续飞一段路程了后，降落伫印度洋海峡。在发射了后，大约6分40秒，自推进器重新登到地面的时线来，高点度部分飞机引擎来降低速度。Booster coming in hot for booster catch. We're gonna ignite 13 of those Raptor engines, and this view is incredible right now. You can see how fast this vehicle is moving on the left-hand screen. Landing burn has been ignited. We're now down to 3 Raptor engines. We can see those chopsticks now in the air. 星链第一载自推进器有33库免侵蚀的引擎，升空的时火力全开，推力会当达到7440万吨，是一般中型客机的700倍。每一颗升空会当搭载150吨的金管甲装备。另外，星链太空船最近可能的用途，除了同时将大量的星链系统的卫星送入轨道，也会当作为大型太空吊架升空的载具。也毋过，美国联邦航空署 FAA 发布 SpaceX 的飞行许可书规定，当年发射的碳排放上限是97300多吨，也就是当年大约25摆。离马斯克想要升揽一年升空上100摆的目标有未逝距离。公司新闻起家人编译。